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 Wing，我們大家玩爐石戰記勇闖單人冒險篇章勇闖黑石山嘅黑石塔。好，咁啊嚟到第三個冒險篇章啦，呢個第二個冒險篇章嘅第三節啦，如果詳細啲講就好黑石塔。好嚟啦！咦？你好，殺死伏炎魔嘅凡人，你嚟啊！黑石塔做乜嘢呢？咁啊，第一個打嘅就係歐莫克大王，在黑石塔高處有好多惡勢力，爬山嘅時候到啦。好，其實係我砰，我呢個字點讀啊？我砰，摧毀一個受傷嘅隨機敵方手下。睇下可以砌咩 deck 先。受傷嘅隨機嘅敵方嘅手下。冇人啊！術士攞術士試下先，術士動物園類似啊，平價動物園。弱者蒙福呢副 deck 一係攞嚟做任務用嘅，多數都係做些可惡的事情。破壞內法里安的奸計。古爾丹對上歐莫克大王，我砰死你，砸死你！呢個係砸字係嘛？你嘅靈魂屬於我。我呢塊借俾每日守衛我冇用㗎噃。蜜蜂地精，砸死啊定係敲死啊？真係難決定啦。殘酷的監工，好蜘蛛，你做咩要嚟呢度啊？炎魔死咗啦，你應該咧去揾你嘅朋友慶祝一番先啱噶嘛。又好似係喎。我繼續。真人弓箭手。抽卡。砸死你！對隨機一個敵人造成5點傷害，得到5個護甲值。我唔明喎，呢度冇炎魔，你任務完成，我哋快返屋企。其實都 OK 嘅，睇先。飛刀手嘅出一堆怪出嚟，飛佢刀。好，飛刀。巨魔忍者啊，50% 都攻擊錯嘅敵人。內丘之輪啊，唔使啦，直接每日守衛咯，係咯，抌咗佢。我全部打落去咯。嚴心抽2張牌，得到4點護甲值。嚴心，我再嚟一次。
呢一排咁 OP，如果真係有得用就最好啦。我打錯人啊！打錯邊個？打錯一靈魂之火，抽卡。我打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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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掂，玩得不錯啊！玩得不錯啊！我砸呢個完全唔合邏輯咯。融合路犬啦得到，戰烤若你沒有手牌得到+3+3啊，都幾得意嘅。我第二層，你係咪蕩失路啊？嗱，翻上一步咧就喺你熒幕嘅下邊啊，返回啊。好，達基薩斯將軍，唔好俾內法利安呃到你，佢先係真正嘅壞人。達基薩斯咧都係一休之類，喺後期嘅人係專注凝視，全部卡片消耗一個法力，雙方法力水晶只有一隻一粒啊，咁即係換言之咧，又要整一副咧，有陣鏟呢副先，整副咧淨係得大生物嘅嘢啦，諗下先，大生物啊，即係大嘅生物，即係最高嘅費用啦。我冇傳奇卡喎，睇先。大嘅生，誒唔係可以用燃爆石嗰啲喎，其實係。牧師咧，牧師嘅精神控制好似好勁喎，牧師。精神控制，沉澱執行者，係得啦，之後放晒呢啲得啦。山靈巨人啊呢啲啊，放晒成堆大怪咁咪贏到啦即刻。同第一個嗰個即係第一關黑石山第一關嗰個，呢個唔使，同黑石山第一關嗰啲一樣咯，我覺得係。係啦，5啊。復神如果有復神咧，放埋呢個啦咁啊，無面都得，淤泥都得，好齊卡啦已經，太快了吧。好，黑石山、黑石塔第二重，計劃征服世界，鬼敲鬼叫。好，達基薩斯將軍，你喺度做乜嘢？聖光會帶嚟勝利。冇啦，全部都一 course 嘅，唔使抌嘢。開心仔，好，我回合先。融合犬，你係咪幫我哋消滅世界上嘅凡人㗎？你好，我會守護黑石塔，一轟爆咗隻融合犬。咪隨機咩打爆個手下，摧毀個手下獲得10點或者60嘅血，而家有黐線。超人坦克馬克斯，內法利斯領主，我以為佢係幫我解決疑魔嘅敵人嚟嘅喎。係啊，冒險係啊，達基老師，唔係達基薩斯，係啊，冒險者你真係太，佢寫咩話？唔知啊，可能話我做錯嘢乜乜乜啩，唉唔理啦。我打佢個人啊！咁啊呢個遊戲呢個係用唔到用嘅，快啲玩排名模式啊！呢個冒險篇章係唔啱你玩噶，咁搞笑啊！遊戲裏邊嘅人物叫我玩排名模式，誒，咁就加血打落去，火焰球喂火球術，Fireball，暴風城騎士打。如果萬一出第啲勁怪死亡之翼嗰啲咧，咁啊精神控制啊鬥毆啊，剩翻一張牌子，咪全場剩翻一張生物。暴風城騎士係勁過啊神殿守護者喎啫，神殿執行者超強。
好，加3滴血俾你。我得啊！又烈焰風暴，不過佢只係出一張牌，所以冇乜問題。飛天魔杖，扭空虛空，扭曲虛空。跟住我睇下先，我飛天魔杖變咗隻水元素出嚟，係啦。咁啊，超人坦克馬克斯，冰凍佢。睇先，達基老師的命令，出一個手得到10點護甲 ，OP 卡，沉咗落去咯。佢個消滅嗰個動畫係幾得意嘅。電真魔杖，又扭曲虛空啊！今次冇讀錯啦，啲嘢又唔見晒。好，電真魔杖，融合犬啊！精神控制啦。巨魔莫古啊！就先76咁啊，出張200都得喎。佢一巨魔莫古型嗰啲有機會打錯嘢啊嘛，冇打錯個都好正路。死亡之勢，我打錯咩呢？哦，冇事，我打我4滴，照係贏到㗎。揾得不錯，點解？話俾我聽，點解啊？我本來覺得你唔錯噶喎，我係唔錯啊，我已經開始唔高興啦。阿黑龍先生你真係，睇知道咩啊？龍之伴侶戰敲，你所打出嘅係一個龍類手下消耗減2點，即係砌龍類的就最好係佢，即係砌死亡之翼，唔通大家都中意係一堆死亡之翼。好，第3重係咩啊？回頭吧凡人，你喺你無法理解嘅敵對自然打交道。雷德黑手啊！雷德黑手帶領住一群殘暴嘅獸人，將內法領安把守內法者都巢住嘅入口啊！技能係打開閘門，召喚3隻幼龍啊！換一個英雄能力，即係可能越換越勁啦。我覺得可能係雷德黑手，你係咪雷國爾？其實，雷國爾你好，咁就諗先。玩咩呢？即係會1堆11啦，11點樣解決啲11呢？秘密用秘密嚟解決啲11，唔係秘密唔係解決11，但係秘密就係出一堆嘢咯，複製啊、成啊、乜。真啊，對上雷德黑手，我係正統嘅部落，呢個你自己揾出嚟，這是你自找的，呢個係自己揾上門。See what yourself got yourself into 係咪？頂嗰啲 grammar 好似唔啱，由佢啦。我法師對呢個雷德黑手啊，傳送門喎，你爬錯山啊！連呢個獸人都知你做錯事啊！係啊，打開閘門，召311出嚟，去啦！傳送門，吱，哇，勁喎！如果對面啲人狂死，我咪勁多麻風地症，不過出到先算呢張又係。殺死後邊嗰個家伙，睇下先，召喚2隻11嘅嘲諷，都幾痛。如果唔好話咁樣打落去，烈焰風暴，我殺咗隻嘲諷先。咩嚟㗎呢個？召喚蓋斯，換一個英雄能力。黑翼技師戰敲，若你手牌中有龍類，都要加1，即係佢手牌有隻龍喺度嘅已經係。睇下先，冰霜新星先。
我們一起上就所向披靡8-4嘅龍咯，3 course 8-4黐線，咁癲嘅。出住呢隻先。只要有7咧，我就可以殺。專心打英雄蠢貨。我全部你淨係識打英雄嘅喎，真係。就輸。好慘。哇！出唔到異形風暴添。呢個啦。變樣。打死呢隻。1、2、3、4、5、6、7。又嚟？又召喚蓋斯。黑石塔係我哋嘅真正嘅大酋長，摧毀一個傳說嘅手下。冇光幼龍啊！如果係龍類加2生命值，唔 OP 啊！依家可惜我有烈焰風暴，全遊戲最 OP 嘅卡，但我得開1滴血呢？奇怪啦。我繼續。黑翼墮落者對手喺龍類造成3點傷害，勁過火元素喎，點睇？有冇咁快輸啊？唔鋸咯。有1招鳳啦，8-4嘅龍啦。試用薩滿先。計劃征服世界，繼續計劃征服世界。邀請傳奇訪客，係咪即係對佢，因為佢有殺傳奇嘅能力呢，所以就唔可以對佢用傳奇卡呢？係啊，咁落尾個逆向思維。我哋正統嘅部落，為咗末日取，留返1張妖術啦。沙取薩滿，轟雷。抽卡，轟雷。你爬錯山啊！連呢個仇人都知你做錯誤嘅決定啦。我打開閘門3-2-1-1。火舌圖騰啊！照咗圖騰先。1-1。專心打英雄啊！蠢貨。龍蛋呢個手下受到傷害，召喚2-1幼龍。玩得不錯，玩得不錯，哈哈哈哈！係咪淨係得個笑呢條友又係？02嘲諷打爆隻3-1先。瞓錯了，哈哈哈！啲神癲咗呢啲嘢係。打開閘門，再召1堆1-1出嚟。係咪如果唔殺佢嘅每回合嘅輸出就剩翻咁多？係啦。御風者睇先，沙取薩滿。識 trade 嘅又係，唔係打英雄，唔係專心打英雄蠢貨嘅咩？殺死後邊嗰個家伙，召喚2隻1-1嘲諷。睇先，我繼續。02嘲諷加2攻擊力，咁啊佢打落去就會殺咗啲嘢去。蒼藍龍法術傷害加1，抽咗張卡。我揸滴血死。飛天魔像。致死打擊，即係殺呢隻啦。逢扣5。召喚咗隻以太比法師出嚟，再召喚1堆1-1龍。好，吹咗呢隻。7 mana。有嗜血術，可以變佢做動物嘅，即係變佢做用妖術。召咗圖騰，睇下可唔可以加法術傷害？冇啊，我試下轟佢先。謝，扣5，係得，一講即中。咁啊，繼續放圖騰先。部落，今次召唔到8-4嗰條龍喎，今次幾好喎。係咯，今次 fail 啲喎比較。龍子伴侶，下一張打嘅龍類減少2個消耗，然之後冇光有龍啊，你唔使錢出咗。我又打爆咗啦。
妖術，咁就妖術，哇！咁樣啦，唔使轟雷，使唔使轟你隻度咧？都可以嘅，防止我隻以太比法師死。轟下先，咁啊死咗一隻。我打死個圖騰，無光飛龍，根據手牌增加防禦力400。誒84，喂1131，誒唔係喎，下個先係蓋斯。好9點，御風者，風啊！服從我嘅命令，呢班不知所謂嘅蟲子，即係扣咗佢血問號3、4嘅御風者，咁啊死咗。哇！奧尼克希啊，將成塊版圖擺滿龍，擺滿1嘅龍啊！咁樣啦，只可以打到佢個人啊！我好滾動啊！好打佢個人先，係咪死咧？1、2、3、4唔係喎，暴露受傷嘅手下+3+3，再暴露，死啦！定都係輸喎。試下用心靈之火先。雷德黑手，我哋係正統嘅部落，聖光會帶嚟勝利。第3次挑戰呢個雷德黑手，係咪應該用死亡之星嗰啲就比較容易打啲？你爬錯山了，連呢個獸人都對你做咗錯誤嘅決定啦！打開閘門，打開蚊帳，有條飛龍啊，差唔多啦。拳擊手，專心打英雄，蠢貨，龍蛋啊，真係專心打英雄噶喎你。費倫的祝福使唔使咧？真言術盾先。咦？精神控制，出埋呢隻啦，打落呢隻度。N10 龍蛋，即係做範圍傷就會變成2-1咯，呢啲嘢就會，我一搞範圍傷嘅話，我打爆佢拳擊手，復仇對全部手下造成1點傷害，生命值12以下就做多1點，咪做成3點傷害，變咗2隻幼龍出嚟，結果就係。先可以回復嚟抽卡都得，好啦，回復。咦？抽卡，神聖光程擊，程唔程擊佢好咧？由佢啦。唔係喎，程擊佢咧都係，費事我1-1咁樣無啦啦又死咗。我哋一起上就所向披靡，召喚蓋斯84嘅龍啦。於嚟噴射者，佢打2次我先死，終於最終真係要。好啪，扣1滴血，牧師你好有用。暴露受傷+3，受傷嘅嘢都會+3+3。殺死後面嗰個家伙，為咗黑手。神聖新星，我抽張卡，治療之環，我打落去 N10，
無光飛龍啊，4/6嘅無光飛龍，黑翼，哇！咦唔打我啫？打一下咁得意嘅你。神聖精神係咪放個廢輪落去得呢？廢輪祝福，再回血，再神殿執行者都勁嘅。呢隻龍打我再生條2/1出嚟會都係等陣先殺啦，係。聽日神聖新星一次過 AOE 清一堆仲好似。跪下坐騎啊！召喚蓋斯，黑翼技師手牌有龍+1+1啊35，啪啪啪，哇好痛，收翻15滴血。暗然術死啊！神聖新星係咪打咗先啦？係打咗呢隻神聖新星，抽卡，又抽神殿執行者。呢隻你打咗咯，係冇 mana 添。龍之伴侶下一張打個龍減少2個消耗，再出啲龍之伴侶下一張打個龍又減少2個消耗。哇唔好難搞喎，9 mana。先加3生命值，打落去，回2滴血。end turn 呢隻打呢隻，呢隻應該換我呢隻係啦。黑翼召喚3/1嘅龍人，每一個英雄能力。召喚蓋斯下一個又係造成3點傷害。冇龍類做唔到3點傷害，係咪啊？係啦，冇龍類嘅手牌已經咁樣打落去啦。呢隻得10滴血都要死喎，殺唔殺到佢呢？有冇嘢殺到佢？有一槍殺到呢隻，回我自己血啦。咁樣加落去，加血加落去啦。再睇下點打。跪下挑下坐騎，呢個係蓋斯蒼藍龍。我被打面，龍之吐息造成5點傷害，有手下死亡嘅就減1費用。神聖之火啊，得啦，治療之環5點生命值啦，治療之環6點生命值啦，神聖精神雙倍，神聖精神雙倍，心靈之火24攻，一嘢轟落去，bah！得到龍蛋，好啦，凡人，你唔應該將黑龍惹毛噶，你唔應該激嬲你唔應該激嬲黑毛你唔應該激嬲黑龍黑龍惹毛你唔可以激嬲黑龍，搞掂。雷國爾你 Rengar 你行錯地方了，我得到一張 Rengar 若你手牌有龍類，出入一個傳說嘅手下7.84，如果7.48我都好似 OK，所以84好似奇怪，好容易俾人打爆咁。好，解鎖職業挑戰啊！好，咁啊 Win 卡唔可以 GG 啊！咁啊直播就繼續啦，YouTube 嘅片即係呢條 cut 啦，咁啊爐石戰記，我哋下次再見，拜拜。